哦，哎呀，叔叔，你怎么了？我这忙着天天见曲，累得我哪儿都疼。嗨，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，好歹是个青云弟子，你好意思吗？走，跟我去一趟天河医馆。你别了，我真走不动了。你以为我是去玩啊？我是去给魏琼爷爷抓风寒药去。走啦，走。轻点儿。麻烦你照这个单子给我抓几副药。好，哎，我来看看。我来看看。哎呦，这是治什么的？这个是治疗风寒的药啊。哎呀，妙得很，妙得很呐！这些药都是驱寒固本的上乘药材，它原来还能这么搭配。好，敢问这是哪位高人开的？这个可是1仙39真人开的药方。我说嘛，一般人哪能开得出这样的方子？哎，我说小二啊，哎，来，照着这个方子开。哦，哎，老板，你这儿有没有治疗跌打损伤、肌肉酸疼的药啊？有，我们天河医馆的独家秘制。啊，这个骨通贴膏，早贴早轻松，用料也都是金不换这种温和的药材，就放心贴吧，没什么大事。谢谢老板。客气。哎呀，好多了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，昨天把我给累的呀。幸亏没有白辛苦，这付出值得呀。哎，景宇，我昨晚看小凡跟碧瑶他们没什么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，我是说呀，他们俩多大仇啊，最后还让野狗来添乱。碧瑶应该不知情吧？走吧，让你看看我的新成果去啊。哎呀，最后一步的事情啊，就是见局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天生劳碌命啊！哎，图纸呢？我没动过它呀。公子，不好了，银库失陷！啊！才几个时辰，图纸被盗，木银不翼而飞。严烈，你护卫于都这么多年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所以事情繁杂。跑这儿来了？行，你还跑到这儿来？说话！给他教训，给他一个教训。他说什么呢？给他们个教训。难不成是昨天晚上那个贼人说的？我估计啊，应该是他们进来偷东西的时候被鹦鹉学了舌。是谁说的呢？难不成会是他们？不大可能。昨天晚上野狗在后台捣乱，他哪有时间去城主府偷东西啊？再说了，碧瑶要是想捣乱的话，就不会答应帮咱们了。那他要是贪玩，既想参加咱们的戏，又不想让你建成水渠呢？不会吧？太累得慌了。哎，雪琪，雪琪，
公子，给他们个教训。公子，公子，难道是李寻？李寻？我去！喂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个王八蛋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拖后腿，你们跟我走，看我剁了他！你冷静点儿，你外公刚刚发过火，身体又不好，难不成你想在城主府里跟他打起来啊？图纸已经知道在谁的身上了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先找到银子。哎，停了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们炼血堂能活到今天，简直就是个奇迹。都是属下的错，属下再也不敢了。少主，您就看在我一片忠心，我也是好心，您就饶了我吧。狗爷，你能不能饶我一次呀？我来于都城是办正经事的，你在这儿净给我添乱。啊！你要我怎么办？啊！啊什么啊！马上给我滚回呼吸山！不要啊，少主！少主，我已经答应了鬼先生，一定要帮您找到万福古窟，要不然我绝不回去。开恩吧，少主！少主开恩吧！你们果然是一伙的。你干什么？你们这些混账，害得狗爷颜面尽失！怎么，现在还想打上门来是吧？去，滚到一边去！把钱交出来，否则今天谁都别想走。哼！堂堂青云门现在已经沦落到光天化日之下打劫的地步吗？所以你派手下去城主府，盗走木银和图纸，还想抵赖吗？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要你们这些穷鬼的银两做什么？哼！你假意帮助曾叔叔和张小凡，可私下呢，却派手下3番5次来捣乱，连募捐的善款都敢偷，还想狡辩吗？少主，我没偷他们东西。你只是不想让我们修好河堤，好让污染扩散。说，到底有什么阴谋？哎呀，算了，看在张小凡和林金宇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快走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承认捣乱是我干的，我就一条命，你要打得过就来拿。但是跟我们家少主半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向他道歉你。雪姬，亲亲雪姬，赶紧回来，找到贼人了！赶紧回来，找到贼人了！嘿，你看，是，我就说搞错了嘛！你看他这个人连个歉都不道，你说他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今天不用出现在我面前，赶快给我消失！我，昨夜属下派人在城外巡查，并不知曾叔叔会把木银存入库房。接获报信以后，也没有第一时间押送，施以失职，请城主责罚。盗银之人显然是一路跟踪过来，防不胜防。何况这些年里，你为于都立的功劳，足以抵过了。叫你过来是还有一件事情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起来吧，城主请说。这于都多年来太平无事，可是近日呢，先是河水污染，再是来了鬼王宗等魔教之人，青云、焚香、天音等教派都派出了年轻的弟子来城中四处活动。多年前，属下曾向您提醒过，有些外人终究是不安分，您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地，他们却未必会领情。当年我是这么说的，现如今呢，我还是这么说。这于都城之所以繁荣昌盛，就在于它的兼容并包。是，正魔两道，他们的目的尚不明朗，只怕是我这身体撑不了多久了。我希望未来的于都城主，既有心胸，又有驭人之术，方能镇得住这局面，成为全城百姓的依靠啊！唉，
叔叔和李寻呢，他们两个的所作所为，你都看在了眼里。你觉得我这两个外孙，他们怎么样啊？恕属下唐突直言，他们都太小了。曾叔叔脾性跳脱，未知人间疾苦，少年心性，常常剑走偏锋。但好在心地善良，但正因为心思单纯，叔叔是需要再历练的。李寻的情况好一点，同样是出身名门，想必在焚香谷被委以重任，行事较为沉稳，一言一行都经过思考。焚香谷，云一兰，教徒甚严。这李寻看来确实要比叔叔稳重一些。只可惜李寻心高气傲，且做事有较强的目的性。募捐一事并没有从旁协助，只怕眼里不能容人，连自己的表弟都容不下，如何容得下余都城的百姓？是以属下觉得，他们两个都不太符合您的要求。正因为如此啊，就更加需要你的指点和辅佐。属下明白，无论何时，属下一定会尽力辅佐。那就再观察一段时间吧。昨天那一幕啊，真是太精彩了，可惜姐姐没有来。你也知道，姐姐不喜欢热闹。金姐姐，有句话，单说无妨。他们都说碧瑶是鬼王宗的人，而姐姐你是合欢派的妙公子。乌鸦小猪黑，大家都洗不白，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知道姐姐你不嫌身份虚名，我就是担心这锦绣坊会惹上什么麻烦。谢谢你的提醒，姐姐会和他们保持距离的。我一直都觉得魏爷爷的余都是世界上最安宁和乐的地方，现在没想到竟然成了这么两道明争暗斗的险地。有人的地方呀，就会有纷争。这如今的余都呢，形势复杂，敌友不分，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和两位爷爷。姐姐的事呢，自己会处置的。当年你为了姐姐自损阳寿，驱赶邪灵，这份情谊姐姐谨记在心，绝不会辜负妹妹的信任。你是我一辈子的好姐姐呢，我当然信你了。姐姐。姐姐出去一下，妹妹你随意啊。走。16两银子一斤，2万两银子，那是3200斤。严护卫这么问，莫不是觉得我一个女子能搬得动3000多斤的银两不成？莫要嬉皮笑脸。本官公事公办，昨夜只有你一个外人进了城主府，不问你问谁？我是去给老城主送酒去了，年年中秋都会去。严护卫一会儿说我偷图纸，一会儿又说我偷银两，难不成我还有分身术？哎呦，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啊，先是整我，还污蔑我偷。
脑子还能不能使了？随随便便把人往家里带，你还嫌你黑锅背的不够多啊？人命关天呀，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再说，你看这，你这么帮他，他能领情吗？到时候该说是你害的了。他中毒了，不过还好毒性不深，不会危及性命。你得先把他送回去，再去帮他找解药。哦，好，好。哎，陆师妹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查库房。哎，等等，我和你一起去吧。暂时不要惊动李轩，把库银找到再说。好。小环，你们干什么？就知道是你们。住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啊！别打了！放下！碧瑶，你对小环做了什么？都是我做的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来呀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别给我吵来吵去，烦死了！哎，小环，你抱着我孙女干什么啊？魔教妖女，救了小环又能怎么样？快走开！你说什么？一个魔教妖女罢了。哎，救了小环。哎呀，那姑娘，你看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快里边请啊！恕在下孤陋寡闻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症状。恕老夫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呀，对吧？啊！没办法，你在这看半天，你就是个庸医吧你啊？你就是个骗子吧你？
这都怪你不肯出钱嘛！啊，多拿点钱，让那些能治的大夫过来治啊！有钱我会拿的，我也有钱呐！你看看，我的小环，小环呐，真是从未见过。碧阳，小环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哦，这事儿是我……给我闭嘴！我们偷了你们的银两、图纸，周小环指认我们是坏人，那我们就坏给他看喽。啊，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。他为什么会晕倒啊？中毒了呗。啊？但是中的什么毒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那你能解吗？你说解就解呀？有什么条件，你尽管开出来。好啊，让他给我下跪道歉。是你下毒害人，你现在还想教训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雪琪，救人要紧，求你了。哎，雪琪，是碧瑶，你就救救小环吧。好啊，3个条件。第一，我就要让那个陆雪琪给我道歉。第二，你们要去找一种药材。第三，我还没想起来，等我想清楚了再说。但是你们要发誓，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我替我师姐向你道歉，我替她磕头。我来，要磕几个？我磕，你数。哎，你们，我平时好心帮你们，现在有事了，你们全都赖到我头上了。人命关天，我一直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。本来就不是我做的。前夜到戏台上捣乱，这事儿我认，但不是我叫野狗去干的。是啊，那个是……闭嘴！但既然他是我的手下，这事儿我来背，有什么意见冲我来。没有，绝对没有意见。真的没有，我们知道银子不是你偷的。中毒这事儿和野狗半点关系都没有，人是他救的，谢就不用了，恩怨一笔勾销。中毒的时候啊，他就在寻幽谷，莫名其妙就倒下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太阳下山之前去空桑山，把一种叫牙燕草的药给带回来，带不回来一切免谈。哎，下毒的若不是他们，那会是谁呢？万毒门，合欢派？应该不是金瓶儿，他跟小环关系这么好，可以排除吧？那就是万毒门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碧瑶是不会害我们的。这样，叔叔，你和陆师姐留在这儿，照顾小环，准备随时接应。清月，我怀疑小环倒下的地方有问题，你武功好，再去探一探。通常制药的地方离解药的地方不远。哎，小白，那你呢？我去找牙燕草。师傅交代的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？他们何时才能自相残杀？快了，青云门、鬼王宗与焚香谷合欢派已经开始怀疑对方，现在只需要一个引子，先将金瓶儿去除，引发他们内斗。好啊，先让他们手上染血，这样他们就停不下来了。师弟果然高智啊！师兄过奖了，只是有个突发情况，周一仙的孙女无意中中了师傅的毒，青云弟子很快就要赶到空桑山去了，师兄要尽快提醒师傅。哼，怕什么？师傅已然布下了禁制，区区几个青云门的弟子，不过是给师傅做材料罢了。你顾好于都这边就行了。师傅让我提醒你，金瓶儿在城中盘踞多年，他才是你最大的对手，尽快处置，以免影响我万毒门大计。是。师兄慢走。
好俊的身手。不仅你们担心小欢，我也担心，所以过来看看有没有线索。我要是真想害他，何苦等到现在？妙公子果然厉害，行事周全，毫无破绽。若有一天，我发现你在撒谎，必定让你双倍奉还。若真等到那一日，再选我晦气也不迟。小环中的可是这种花毒或者虫毒。我对下毒一向毫无了解，只是碧瑶怎么会知道这毒性的？听说他的父亲鬼王得到了一种神奇的毒素，与兽神有关。兽神？不仅是他家得到了兽神之血，万毒门和长生堂都各有一瓶。但是我相信不会是碧瑶下的毒，因为以鬼王宗的能耐，还办不到把毒素转移到花上，更别说喂虫了。而且以鬼王的作风，应该也没时间去摆弄这些花花草草。那你怎么会知道？花中带毒，蜻蜓以花为食，毒素被摄入蜻蜓体内，所以我想小环应该是无意间被这些蜻蜓叮咬。哎呀，你看小环这孩子，哎，这孩子没事儿，小孩子跌跌撞撞对筋骨有好处啊。哎呀，我这一辈子就没个孙女儿，你看看。我就喜欢这小环呢，哎呀，小环怎么就找上这个病呢？这3疼6载的，找我这个老不死的多好啊！哎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丧气什么老不死的，你死我死都能治好啊，都会好，都会好。你别在胡说八道啊！哎，你这个你看，都好着呢吧？哎，再过2天呀，哎，别老鬼，我。城主的症状与小环姑娘的症状有些相似，但是她的中毒情况又不尽相同。从脉象上显示，小环姑娘的症状属于骤然中毒，而城主是日积月累的慢性中毒，加上最近与小环姑娘走得很近，是以诱发剧毒而昏迷。这事不能怪我啊，我不知道。我给城主把脉的时候，只觉得他身体虚弱。他中毒，他也没跟我说中毒，我怎么知道？这不能怪我。外公之前毫无症状，我们也未曾发觉，这下情况糟了。到底是谁这么丧心病狂？我外公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对他下毒？城主饮食素来谨慎，应当不至于。而且这几年里，几乎没有接触过什么来历不明的食物。等等，金瓶儿。中秋夜，我曾在府里发现了一只红色的蜻蜓。
慢着，我有一法，不必以身试毒。金瓶儿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这是栽赃！金瓶儿，你若当真清白，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给你讨回一个公道。带他回城卫府，其他人等没有城主设立，不得离开锦绣坊半步。 哎，什么声音？猴子吧？别看了，沾完花赶紧回去。草木皆兵，都快把人整出疑心病来了。嗨，别说了，咱不都一样吗？哎，昨天咱们又有2个兄弟失踪了，该不会又被门主喂的毒药当做药人了吧？哎，你说要不咱俩也下山去？下山？去哪儿啊？之前吃的药解药还在门主手里呢。哎呀，好了，走吧走吧啊！若真是在酒里面下毒，也应该会在送酒的路上。怎么会早早的下在酒坛当中，留下破绽？他可以使用那种有毒的花下毒，只怕小环中的毒，也是他下的。他今天还在担心小环，去城外找解药，应该与他无关。你想，如果我要篡夺余都，
秦无言还是太嫩，不可靠啊。门主，别管他的计划如何，属下已经等不及了。咱们现在就杀到鱼肚，把他们全部变成妖人。不行，收血谷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才能使用，而且从稀释的兽神之血到花木，再从花木到虫，将虫制为骨，未知效果如何？门主，那帮青云弟子，要是万一发现了咱们的花田，他们又能奈我如何？谁？碧瑶让你们去找崖燕草，会不会是有什么陷阱？我去问个究竟。且慢，按原计划来，你们留守，我去找人。这么重要的事，让一个脑子最笨、功夫最差的人去办，哎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小凡的功夫不低啊，他是我们中最冷静、最聪明的一个。好，你说他功夫不低就不低，你说他聪明就聪明，那我问你，他一晚上没回来，是聪明的找不着北了吗？他不回来关我什么事啊？难不成你觉得是我害了他？碧瑶，我知道你不会害我们，只是我想知道，崖燕草到底有什么来历，它能不能解毒？我绝对不会对别人说的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青涩，眸中的淡漠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。
起。